这个早餐店拢起来做美国挂包的迄块肉，讲是用无共的肉甲化学的物质来掺染，食伤多敢会影响健康咧。今仔日的专题报道，咱就来看组合肉的秘密。 早餐店的前台顶面伫煎要做美国挂包汉堡的肉，真敢咧比叫，敢若看到叫要流嘴烂。因过你敢知讲，这旁讲讲的肉，其实可能不是真正的纯肉。汉堡肉里面是什么肉吗？这个我不了解，很成分哦。你觉得有什么？自己觉得？我也不晓得呢。我也不知道它加什么，我就直接吃了。 做汉堡的肉，包装顶面写新鲜的猪肉、大豆、蛋白要调味料以及其他食品的添加物。不过无写的是，这个要做美国挂包的肉，虽然写的是猪肉，不过其实有一寡是脆肉组成的。除了猪肉，还有可能会有鸡肉、牛肉等等，也是其他的调味粉所调出来。切开来看，干那用目睭看无啥会出来，这到底内面是有啥物肉？猪肉啊，对。 还有那个沙拉，不，绞肉啊，他说拼装肉嘛。头家你嘛讲，做美国挂包汉堡的肉是组合肉，一定要油平了，确实会使冰金受热，照到确保煎到全熟。是安怎会有这款的坚持？第一个就是说，因为组合肉它毕竟是它加工过程当中，它多了一些加工，然后又用一些结着剂把它粘在一起，所以说这种就不要担心容易受到微生的污染。所以民众在吃纸活肉的时候，要记得说，我们一定要说要前熟。比如说你在吃如果你的牛排是属于组合肉的牛排，最好要前熟，因为前熟的话就可以把一些微生物都把它杀死掉，高温，所以才不会说吃了后会有急性肠胃炎的风险。 之前台南卫生局动员几十个人，假做人客去81间早餐店，买108项要做美国挂包的肉，检验的结果，猪肉排76件，有36件是蓝牛肉；牛肉排内面10件有3件蓝猪肉。若鸡肉排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有蓝猪肉。总体平均，这个做美国挂包汉堡的肉，无顺的比例有4成。 组合肉都是脆肉拢拢搅搅做一伙，搁淋一寡调味料，还有其他会使食的化学物质，做成新的肉，才搁卖出去。这做成新的肉内面有一项上界接烂的物件，就是磷盐酸类，这是合法食品的添加物，时常用伫组合肉食品内面，当做脆肉中做的膏啊。一般人建议这的量一天莫超过800毫克，一旦超过这个量度，可能危害健康。 特别是血内面磷离子浓度伤高，对心脏血管也是腰子，拢是真大负担。像组合肉里面，它那个结着剂是合法食品添加，它叫磷酸盐。像这种磷酸盐的话，其实我们政府也规定说，你的量就是有个上限，每1公斤不能超过一些3公克。不过再怎么样来说，我们的组合肉它本来是属于一些高磷的食物，像高磷的食物，我们在医学上我们都认为说是可以吃，就是不能过量。如果说长期吃到高磷食物，我们就担心说长久的话，它可能让我们血液中的磷的浓度会比较高，高血磷症长期也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若是纯的牛排成分较单纯，会使食5分还是7分熟。要不组合肉，毕竟伊是中组的食品，而且乡亲一定要食全熟。另外，卫福部食药署食品组有公告政策，规定生理人必须要清楚标示组合肉。若是无明确标示，还是标示无清楚，会使依法罚4万到400万不等。有这项规定，也就是要让消费者会使明确选择。确保家己食的早顿是好食、好健康。